大家好，我係 Wow 達拉玩具狂人啊！聽日咧24號開始至到31號咧，一連5日咧就係香港動漫節啦，2026。先睇 Hall 3。我哋可以繼續自由行嘅，大家唔可以去影相影界啊！我哋覺得可以繼續影下。嘅出現嘅好多 poster 出現嘅，我哋轉翻咧。好啊。要熬到4點啊，好辛苦啊！師咧就去生產咗呢隻嘅鐵金剛，咁之後好開心啦，繼續咧就行上呢條不歸路啦。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喺好多片集裏面咧，好多集咧佢都冇變機械人，大部分都係飛機嘅形態出現嘅。得啊！咁然後跟住隻腳咧就會變咗做小蛋。咁其實咧係還原翻咧套戲裏面90%嗰度嘅情況㗎啦。咁咧就細個嘅時候咧，我仍然保留翻，即係我仍然保留翻嗰種童真啊！就係好中意咧揸住個玩具出去嘅。咁啊，希望大家欣賞。咁啊，其實咧呢度仲可以介紹嘅，因為咧係我非常之喜歡嘅。小飛俠，小飛俠係啦，小飛俠有兩個㗎，呢個係鐵皮小飛俠當年嘅盒啦。咁係 Bandai 出嘅。咁而呢一隻咧就要講啦，金井模型，因為模型咧其實個歷史唔係好耐嘅啫，日本模型歷史應該係1959年至60年之間。跟住落嚟就到超人啊，超人咧就係 Marusan 丸三一間1966年嘅廠，咁佢哋咧就好興儲呢一個嘅唔係好興生產啲膠嘅公仔，但係唯獨是呢個模型咧，亦都係史上第一個嘅超人嘅模型。咁當時咧佢行嘅時候咧，因為個設計有缺陷啊，所以行嘅時候成日都會撲。咁呢個亦都驅使咗好多人咧去克服模型點樣行而係穩定嘅。所以我哋見到呢個大嘅猩猩咧，呢個有個特別嘅地方啊！咁大隻呢一個行得穩定咧，大家你估唔估到佢咩原因令到佢行起上嚟嘅時候會撲咧？
估到有獎，係重心向後，唔係重心向後？唔係心向前，重心向前都唔係，腳板好都唔係，都唔係。啊，你其實啱嘅，腳板大咧，鐵人28。我不如我開估啦，我驚你攞到。其實係嗰個鐵球啊！我試過咧攞走咗個鐵球咧，佢就即係好易跌倒噶啦。但係唯獨是咧有呢個波呢一路行嘅時候咧，佢就行得好穩定。咁呢個咧，我覺得係佢哋好匠心獨運咧，就係既保留到星星即係金剛嗰套戲嗰個特質，亦都巧妙用到呢一個嘅重心咧，可以令到嗰隻公仔咧係唔會喐，即係會喐嘅。大家嗱，今日為你哋而叫啊！我睇下得唔得先，一下咋？影到啊！其實我改裝咗嘅，原本咧係有一個電池 box 嘅，但係不過咧我為咗方便起見咧，將個電池擺咗喺裏面。多謝大家。嗱，我今日咧，其實我好多展品咧，我未擺得晒嘅，因為知道你哋嚟，所以我盡快就去安排。咁啊，但係即係唔緊要啊，唔使嚟幫襯嘅，嚟呢度大家傾下偈都好好嘅。好，唔該晒馮生啊！